快赞美神。现在在开始之前，我们要找5个人跟他说，很开心在星期天见到你，拿出活力来，赞美神是开心的事情。很开心在星期天见到你。
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更深的向你。我们要将生命中的软弱、局限和缺点都交给你。求主让你的能力在软弱的我们身上显得完全。恳求你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也帮助我们住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求你再次动工，透过我们来触及他人的生命，去扶持跌倒及内心软弱的人，成为别人的帮助。也求主亲自带领，调整我们生命的次序，好让我们在各样事上调整并预备好自己，成为你所喜悦的人。孩子这样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让我们用祷告的心一起来唱：主耶稣，我们寻求你的面。求你让我们更深的向你。
的祷告。主啊，你是超乎所求的神，你是信实公义的神。求主敞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主啊，求你进到我们里面，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走在你完美的旨意中，帮助我们调整脚步，行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，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，更深的